做出好食个那有数诶。不过吼，阿明哥还要做好食料理本身啦吼。嘿，阿明哥，请。好，你要教人做乜个东西？今日啊，来做高丽菜卷、蛋饼饭卷。玻璃菜饭、玻璃菜卷。来炒好诶，爆到咧炖饼，炖饼喺啲會爆盤咯。哦，飯卷。哎呀，等於當包呢嗬。係啊，好好會爆嘅。快啲嚟做，快啲嚟做。然後嚟切豬肉，係嚟切絲。是，唔切豬肉就要我哋搞本嚟。當嘅烤皮啊，烤嘅風菜條。你之前咁講啊？風菜條唔係嘅上瓜皮哦。哦，誒唔好放錢嘛。好。會唔會俾你幫佢刨皮放錢嘛？放心。放錢嘛，我都放錢刨掉。阿邊個？今日出菜算哪一個嘅料理？有算西式料理哦。冇啦，一般嘅你從頭到尾學的東西是炒啊，是炒唔係是啊蛋餅。相信你學隻蛋餅，唔係是包啊。哦，所以可以泡一定腦吼。係啊，啊賣兩隻。嗰種想我拿包飯咯。係。唔好想拿包兩隻糍粑落去。咩會包？佢包個盤啊，好食啊，咪好薄啊。喺呢啲地還有炒咧咪咪有其實係炒咧高麗菜卷，然後煮牛絲，啊高麗菜卷然後煮牛絲炒好之後，因為小哥好慳嘛，所以包咧盤啊，包盤樣子嚟，炒餅，要炒餅，冇背要梗係要軟，餅即係小哥炒樣嘅，如果口感冇咁濃啊，要食嚟飽。講我都當上真高真高，唔怕嘅，等下嘅強濃啊！其實是教你的，吃神嘛，料理做得好食，冇食吃當重要嘛。係啊，你聽我的其實啊，一高麗菜乾咪，切的，我呀，我這小個結繭呢。我那個切絲啊，好嘞，切絲啊，我切啲當金。地下我定日多嘅。等下我炒嘅先，然後面切。改良吼，唔是炒啦。我切蟲我拿菜料嘛。唔是啊。哎，太肉了。太肉是做的嘞。好。係啊，那小黃瓜撈開風菜條是切細是做的嘞。我切油要切粗嘅。切油嘅哦。切油嘅哦。葱條冇按油，係冇切。好，係這個切唔出啦。哦，按到，因為鹹我都就是咁。睇下要整個水咧，哦，這個本來鹹嘅嗬，係啊，本來鹹嘅，咁嘅當香，其實我哋一次喺度幫盤做的咧，多可以做出嚟啊，係啊，我要蒜條米，切蒜條米，好，兩條是夠半嘅咧，好，用到切絲啊嘛，係，好，蒜條米，哦，想我看看。2粒，3粒，4粒，我哋學數數啊。好，用拿嚟，這樣子咧，像喺跳水一樣用砍嘅，唔可以用刀嘅，哦，睇我攞刀面面啊，等下炒到地皮度捅出來，呢啲已經唔好食晒。哦，係，喺跳水用砍嘅時候咧，好。冷酒水，然後你蒜條米冰落去。冷嘅時候哦，上面講過，係啊，蒜條冇冰到出過嚟，所以冷就全冰落去嘛哦。哎呦，厲害哦！主要上地較厲害。誒，切下油啊！都要好啦。那蒜條嘅味道啊，甜甜又出來咧。第二個咧先嚟炒咧高麗菜卷。哦，先炒高麗菜卷。
啊，你拉冇？哦，拿嘞拿嘞。来来。哦，你家进来盘。哦。对对对对。要皮到咧高麗菜配湯啊！想頭嗰啲高麗菜乾啲味湯啊，當香嘅哦。我講料理啊，都會當重嘅。係啊，都係唔理嗬，即切到好啊，火就會出來，記唔落去啊。都唔理啊，切出來啊，用板切是切凍醋，切唔油，切唔油啊。好，一高麗菜嗰陣梅頭炒出來啊，你係用一煮牛絲。小牛嚇，油嘅就補掉本機。我芒切好啊？沒啊，那調試得呢你嘛。哦。要改皮吧，小黃瓜改皮吧。唔是啦，要拿餐桌嚟，拿嚟，拿嚟，拿嚟。拿嚟好誒。一身不用等哈，等下我做了胡潤餅。兩樣炒到肉熟係嘛？係啊，要炒到肉熟。你不敢你泡泡嘅，按泡嗰種按泡嘅，你按你一邊嚟啦。做對啦。因為一邊把骨做開咗。係啊。我話應賣肉可能好吃還蠻貴。好啊。大概約你的經理。VIP 打電話嚟。嗨，來這請等一下個小虎維他，那也才煮過啦。你用這樣用嘅蛋餅皮去點，你煮嘅啲米絲嘅老皮館嘅米絲很香哦。不敢你泡泡嘅，按泡嗰種按泡嘅，你按你一邊嚟啦。做對啦。因為一邊把骨做開咗。係啊。我話應賣肉可能好吃還蠻貴。哦。好，一陣你做咧要用啲啲嚟嘅調油嚇。要調油再冰糖。係嘛？係。多嘛？啲湯。好，炒佢啦。調完之後味道出來啊，胡椒粉嚟用得。胡椒粉。好，變到米酒。啲嘅水，就粉水，我用吃完當佢攞湯用啦。所以我去炒，天天去炒啊，炒本去炒，炒糟啦，一調咗個梅頭啊，佢做到嘅高麗菜乾，那中到啲位。哦。誒，不是我看，我看細波炒呀。係細波時候咧，兩片個嘟好，你啦先去佢嚟煎餅。用泰國嘅煎餅。係啊。因為蔥油餅那餅啊。唔係，是咧一半蛋餅皮呀。佢攞嚟先烤嘅呀，攞嚟先烤而已，然後再餅。誒。亂寫。
可能烤啊是，哦皮，吃大山啊？不是啦，不是，那皮啊啃啊是，啃肉嘞，嘿。啃蚂蚁还有长的大山。哎，那个大山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俩是在闹两面乱了，伸剑手，等下边过那些，然后一皮，然后剑叉叉一样做的嘞。哦。哎，让来加一个空间，其实没关。哦，哎呦，包括油唔关哦。滚烟。夹呗。好煎下咗佢，好。都差唔多熟了哈。係哦。睇到這裡啊，等下先嚟煎啊卵餅。先煎咯。係，切出嚟來煎伊來。熟未吧？好，好得嘞。卵餅啊，煎好。有。來。不用盤，啊，先不用翻哦。係盤了不用帶啊。翻就拍翻就唔是。唔是啊，是炒啊，唔是。唔是，直接盤不用容易。用好先，佢話切凍辛苦呀。哦哎。小黃瓜是來不用容易。風菜條。因為安像喺蛋餅皮壽司呢。係啊，蛋餅皮壽司啊。哦。要炒好嘅牛啊。牛。係，你看，啱好澎湃啊。高麗菜乾，要豬牛。你看，冇會買咁多呢一種卵餅啊。哎。蠻澎湃嘅。哇，你哎，好像是開早餐店嘅哈。係啊。好。哇，冇啊，呢個，呢隻溫洋醬啊。唔係啦，盤啲小個文加文煙醬啊。好。不用的。不用的，你要你做得嘞。哎，我不用盤，我只白盤啊。直接擺就做得嘞啊。哦。哎。你咪講定下要嘅食下這落去盤。係啊。係啊。要係裝成是。啊，係哦。白開醬對吧？好啊。大概最記得天 V， 一下一盤哦。VIP。加兩百個人。好。比較好看啲嘅。你係啲 VIP 啊？係。你唔想遇到 VIP，我咪當上 Q 先生來天 V。我。凍好咗啦，嚇！高麗菜乾炒好嘅，就筍條變到。打算順便買幾酒。好，出來，主要就策略。阿邊個講解一擺，其實料理嘅名嘅。高麗菜乾蛋包飯卷。高麗菜乾蛋包飯卷。好，快煮啊！差不多中小雞要不要來？好，大家歡迎吃飯啦哈！高麗菜乾蛋餅飯卷，豬肉紅蘿蔔咧，內瓜切絲絲嘅，玻璃菜乾切幼幼嘅，蒜頭砍砍啊，玻璃菜乾、蒜頭、蘿蔔炒香以後，加豬肉薑下炒，加啲調油、糖、胡椒粉、米酒、水調味，熟這邊後料就炒好咯。煎一堆卵餅，到卵餅中間加飯、紅蘿蔔絲、內瓜絲，還有加炒好的料捲起來，切塊塊，好食又簡單的高麗菜乾蛋餅飯卷就做好嘞。